玉井是山野的故乡，不过今年因为受到气候的影响，山野树开花结果并无理想。伫个玉井区斗六啊部落，这规山片的山野树，看得出来大部分拢已经发新芽。果农表示，发新芽就代表袂阁开花，就算有开花，因为无授粉，不但生袂大，大部分佫拢是空包蛋。农民表示，无收成，恐惊会大了本。伊今年哦，伊个气候的影响哦，第一就是讲无开花，第二有开花煞变空包蛋，啊，开花率佫差不多伫迄个3成、4成，安尼，所以结果率哦，总面积起来，我看无伫迄个3成啦，结果率啊，所以即摆今年哦，煞变做安尼呢，煞规个迄个芒果哦，的产期哦，煞拢拄啊乱去啦。为正好诶，早期有调差不多伫咧1成2成，啊，即摆到伫咧中期哦，就佫歹啊，啊到较晚花哦，完全就拢带这，拢带即种迄落，人讲因讲无，这就是温差哦，拢10度以上啦。而且做事就阮经营山野就是讲，你整年拢安尼投资落来。到尽已经拢成本啦、肥料啦、农药啊，拢投资下去啊。所以吼，无像讲工厂讲你啊，迄个无订单会当减产，咱就停挂，卖生产。这山野无法度，已经成本拢下落啊，无法度通去迄个要损失哦，足严重就是安尼今年。对此，农民透过立委陈廷辉来订正，立委邀集经济委员会。农业部长南下来会勘，希望会用帮助农民争取天然灾害的补助。现在因为咱玉井的山野，都是因为目前虽然过去咱看有4成花，可是现在还不准，4月份才是开始有一个大的状况，所以今天特别邀我们的部长下来，嘛看到开始今嘛做者空炮弹，花的状况嘛已经无理想，但是4月中旬就会开始清查。我们部长有时候就开始清查，安尼较稳定了吼。对此，农业部长陈俊基回应，今年山野的花期确实受到天气的温度影响，但因为各地有差异性，农业部会以大范围来调查，大约4月中下旬，结果较稳定以后，搁再做农损的公告。今年的芒果，因为在整个的开花的期间，就是因为温度本身的不稳定性，包括温差的部分，然后包括一些温度的，最主要是温度的部分让它开花的整齐度跟它的那个花况不是很好，但是因为不同的地区，像台南地区，它不同的地区它可能会有一些差异性，而特别是芒果的花，它不是说每一朵花都需要结果，它可能1岁里面大概会留1个果跟2个果。那以现在来看的话，这些小果很有可能以后会掉，所以现在看并不是那么准。所以我们等到大概4月中下旬的时候来看的时候，那样子的话，就会看到一个普遍性，因为天然灾害救助的一个公告是需要那个地区、那个乡镇的普遍性那我们同仁其实每一天，我们台南区农业改良场每一天都会在这边去了解它的一个花况。那我们希望说，如果说它持续像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而达到一个一定的一个面积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公告。所以大概最佳的时间点，大概4月中下旬的时候。唔定山野今年连奶子营养拢同款，立委表示，虽然东山的奶子营养拢已经有农损的公告。未来经济委员会嘛将收集山野受损的资料，大约1-2礼拜内报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来处理。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